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新聞連線。今日係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條片嘅第一則新聞先。歐洲航空燃油只剩6週，伊朗戰爭一拖再拖，航班停飛在即。國際能源署執行董事比萊爾接受訪問時發出嚴峻警告，指歐洲航空燃油儲備可能只剩大約6週左右。如果伊朗戰爭繼續阻斷霍爾木茲海峽石油供應，航班取消嘅消息很快就會出現。呢個警報正值全球能源危機進入最危急階段。比萊爾將之形容為有史以來最大嘅能源危機，源頭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呢條全球近2成石油貿易必經水道被切斷，石油、天然氣同其他關鍵物資供應全面中斷。比萊爾喺辦公室望住艾菲爾鐵塔，接受訪問時直言：呢場危機對全球經濟嘅衝擊會越嚟越大。過去有個組織叫做困境集團，而家真係陷入困境。佢話危機持續時間愈長，對世界各地經濟增長同通脹就愈不利。汽油、天然氣同電力價格都會急升，經濟衝擊仲會呈現不均衡分佈。最受打擊嘅唔係嗰啲聲音響亮嘅國家，而係發展中國家，尤其係亞洲、非洲同拉丁美洲嘅貧窮地區。自2015年起，擔任國際能源署署長嘅土耳其經濟學家比萊爾強調，就算部分國家較富裕或者有更多能源儲備，都冇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無法永久重新開放，所有人都會遭殃。和平時期，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石油貿易咽喉要道。比萊爾指出，如果幾週內未能重開，影響會迅速擴大到航空領域。喺歐洲，我哋可能只剩下大約6週嘅航空燃油儲備。如果我哋無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我可以告訴你，很快就會有消息話，由於航空燃油短缺，部分由 A 市飛往 B 市嘅航班可能會被取消。呢番話一出，立即引起航空業高度關注。荷蘭皇家航空 KLM 同英國廉價航空易捷航空雖然表示目前未見燃油短缺，但已感受到煤油成本急升嘅壓力。KLM 更宣布下個月削減往返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嘅160個航班，佔歐洲航線總數約1%，理由就係煤油成本上漲，部分航班不再具有經濟效益。美國達美航空亦承認歐洲大陸存在潛在嘅航空燃油供應問題，正密切監察事態，但暫時預計唔會即時受影響。不過3間航空公司都已開始提高機票價格同附加費，旅客已經開始為呢場危機埋單。比萊爾仲補充，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喺5月底前未能重開，好多國家，尤其經濟較弱嘅地區將面臨巨大挑戰，高通脹率上升，甚至出現增長放緩或者衰退。佢公開反對伊朗對部分船隻實施所謂收費站制度，話如果容許呢種做法長期存在，就可能開壞先例，蔓延到其他重要水道，例如亞洲至關重要嘅馬六甲海峽。如果我哋改了一次，可能就很難改返嚟。比萊爾強調，石油應該無條件由 A 點流向 B 點，唔應該受地緣政治操控。波斯灣地區能源設施受損情況亦令人憂慮。比萊爾透露，目前有超過110艘滿載石油嘅油輪，同15艘以上滿載液化天然氣嘅運輸船滯留。如果佢哋能夠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進入世界市場，的確可以緩解部分危機，但呢個仲唔夠。即使達成和平協議，戰爭對能源設施造成嘅破壞，亦意味住可能需要數月，甚至長達2年，先至恢復到戰前產量水平。該地區超過80項重要資產遭到破壞，其中超過1/3嚴重或者非常嚴重受損。比萊爾話認為恢復速度會好快，就太過樂觀。
呢場危機嘅地緣政治陰影更加深遠。比羅爾感嘆，幾百名持槍男子，明顯指伊朗軍隊竟然能夠挾持全球經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國際能源署多年來一直警告霍爾木茲海峽嘅重要性，並喺危機初期協助協調創紀錄嘅緊急石油儲備釋放。比羅爾相信呢次全球衝擊可能會加速推動其他能源技術發展，包括核能，並喺未來幾年重塑全球能源格局。比羅爾最後感慨，能源同地緣政治一直密不可分，但我從未見過如此深重而持久嘅地緣政治陰影。不幸嘅係，能源係好多衝突嘅核心。作為一名能源從業者，呢點真係令我感到非常難過。目前全球能源市場正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歐洲航空公司已開始調整航班同票價，旅客出行計劃亦受影響。國際社會正密切關注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嘅可能性。一旦局勢惡化，呢場能源危機將唔單止打擊航空業，更會波及全球經濟增長同民生。咁跟住我哋再嚟睇下下一條新聞嘅標題：俄軍發動今年最大規模空襲，澤連斯基訪意求加碼防空。4月16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咗今年以嚟規模最大空襲。根據烏克蘭空軍公佈，過去24小時之內，俄軍一共出動咗659架 Shahed 自殺式無人機同埋44枚巡航同彈道導彈，進行多波次密集攻擊。烏克蘭防空系統成功攔截或者干擾咗當中636架無人機同31枚導彈，整體防禦成功率大約94%，死傷情況相當嚴重。今次空襲至少造成16至18人死亡，超過100人受傷。首都基輔有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2歲女童。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有9死23傷，第聶伯地區3死34傷，扎波羅熱亦有1人死亡。基礎設施方面同樣受到嚴重打擊，一艘掛魯魯旗嘅貨輪喺敖德薩港中彈，港口設施大面積受損。基輔市內波迪爾斯基、奧博隆斯基同德斯納區多棟建築倒塌，引發火災，大量民用設施被破壞。4月13日至14日，東正教復活節期間，俄烏雙方曾經短暫停火32小時，期間仲進行咗175人嘅戰俘交換，由阿聯酋居中斡旋。停火喺14日午夜結束，而只係隔咗1日，俄軍就喺16日凌晨發動今年最猛烈嘅空襲。俄羅斯國防部解釋，今次行動係為咗報復烏克蘭之前對俄境內煉油廠同軍工設施嘅無人機攻擊，顯示出普京政權似乎無再打算透過談判去解決衝突，停火只係戰術上嘅喘息，而唔係任何談判誠意嘅表現。特朗普政府近期將焦點轉向中東，美國同伊朗喺4月8日達成一個為期2星期嘅停火安排，談判重點集中喺核問題、海峽控制權同埋黎巴嫩相關議題。副總統曼斯甚至親自參與伊斯蘭堡談判，反映華盛頓對中東局勢嘅優先程度已經上升。對俄羅斯嚟講，美國對烏克蘭嘅關注正在下降，正正為俄方提供咗擴大軍事行動嘅空間。另一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喺羅馬進行外交訪問，佢此行主要目的向歐洲國家求援。據報，佢已向德國、挪威同意大利提出要求，希望增加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供應。不過，外界擔憂，一旦美國抽離主導角色，歐洲國家之間嘅協調能力有限，多邊支援體系好容易出現鬆動。好嘅，呢條片嘅新聞播報完畢。鍾意嘅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讚好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意見。我哋下次再見。有咩特價嘢呢？呢個就係純素微針暗瘡貼，初期
籠包、創傷全部呢啲33蚊，3期分3期使用啲暗瘡貼，你買翻去，如果有暗瘡嘅咧，呢個就好好啦。咁就仲有呢個伊東極水潤去皺面霜66蚊，呢個非常抵嘅。仲有 Formbio CCA 果汁，個個都話好好嘅。呢個10克14條66蚊，大家翻去飲下，係好有營養嘅混合嘅水果，呢個就係好。仲有呢個能量啫喱啊，好受歡迎嘅。我哋仲有少少88蚊，食咗咧可以等於食幾十條呢個鰻魚咁犀利嘅喎。生益生菌呢個30包，呢個88蚊，大家快啲嚟幫襯。